后来这个雨一直在落，嘛影响到菜价咯。台北市的菜市啊部分的青菜，像这个高丽菜、葱啊、刺瓜啊等等，拢小可来起价。菜贩啊讲，落大雨，这个菜真的烂掉去，所以后礼拜恐惊会起愈多。今日早起去传统菜市啊买菜的人佫未少。下过以后通常会啊，多买一两样嘛。涨也涨一下下而已啊，所以不担心就对。不会啦。一般有伫买菜，家庭主妇拢知影讲，买菜时袂使趁落雨天的时期。高丽菜是差不多涨2块，葱涨多少？35，涨10块。现在一公斤就下雨天可能会涨。北部菜市啊，部分青菜价数拢已经有起啊，甲前日一天价数比较起来，高丽菜起2块。葱啊起较济，为25起到35块，起10块；刺瓜啊嘛起11块。不过农林署表示讲，疫情影响消费意愿，即卖价数其实已经真俗啊。台北批发市场的青菜平均价数每公斤干那23块。卖密切注意落大雨了后菜价变化，目前民众依然会用伫菜市啊买到真俗的青菜。